歡迎收睇新一輯嘅一周花生點評，我係老詹。影片嘅上架日期係2025年7月1日。一周花生點評就係為大家點評過去一個星期科技界嘅有趣新聞事。今集就講下一啲科技界嘅花生嘢啦。iPhone 嘅消息，唔知大家準備好包花生未呢？但係喺影片開始之前，記得 CLSS 我嘅影片，同埋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IG 同網誌。咁唔阻大家去剝花生啦，我哋去片。今集嘅內容開始啦。喺影片上架嘅嗰一日呢，適逢香港回歸中國28週年啊。第一單同大家分享嘅係咩呢？今年美國嗰邊嘅 CES 呢，就發表咗 HDMI 2.2嘅標準啊，而家就終於確定咗佢完整嘅規格，佢嘅頻寬呢就增加到96GB/s。新標準可以用喺最高 12K 120 frame 或者 16K 60 frame 嘅畫面傳輸，同時支援無損彩色格式 8K 60 frame 4:4:4或者 4K 240 frame 4:4:4等等嘅。除咗 HDMI 本身嘅標準之外HDMI 論壇早前已經公開咗對應 Ultra 69 HDMI 連接線嘅規範，就係 16K 60Hz， 即係15360×8460 12K 120 frame 11520×6480。唔知大家對 HDMI 2.2嘅規格有冇啲意見呢？都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分享下嘅。跟住落嚟就講下啲通訊軟件嘅嘢啦。通訊軟件嘅安全或者資料嘅流向一直都好受各界嘅關注嘅。好似美國政府高層之前用 Signal 呢個軟件都唔小心 add 咗啲唔應該 add 嘅人入去啦。我諗呢單新聞大家都仲有少少印象。美國嗰邊而家又有嘢要禁喎。美國眾議院就出咗個聲明，美國眾議院首席行政官早前就出咗份備忘，就俾啲眾議員就話 WhatsApp 喺美國眾議院嘅裝置上就禁止使用。呢隻又唔係中國製嘅 TikTok WeChat， 咁點解要禁 WhatsApp 呢？因為 WhatsApp 都係美國製嘅喎，Meta 係佢老細。備忘錄就指出，眾議院網絡安全辦公室就已經將 WhatsApp 評為高風險應用程式。究竟有幾高風險呢？就話主要原因就係 WhatsApp 喺保護使用者資料方面就缺乏透明度，資料儲存嗰陣時就欠缺加密，以及喺使用上就出現呢個潛在安全風險。備忘錄亦都建議眾議院嘅員工就應該轉用其他嘅通訊軟件例如微軟嘅 Teams、Signal、蘋果嘅 iMessage 或者 FaceTime 呢啲嘅 Apps 嘅。對於相關禁令，WhatsApp 母公司 Meta 就迅速作出呢個嘅回應，就話 Meta 就強烈反對呢個嘅舉動。Meta 嘅發言人亦都指出， WhatsApp 實際上提供咗比其他獲准使用嘅應用程式擁有更加高層嘅安全性。美國眾議院亦都喺過去都曾經喺職員裝置上禁用其他嘅應用軟件，例如喺2022年眾議院就曾經禁用 TikTok。其實你問我 WhatsApp 相對都唔算太過危險。程式有幾危險反而唔係程式本身，係使用者本身作出一啲無知嘅舉動即係好似之前 Signal 嗰單事件咁，係唔小心定係唔知係有心定冇意 add 咗啲記者入去佢個群組入面。咁呢個關 Signal咩事呢？其實就係啲使用者嘅問題，唔知大家點睇呢？跟住落嚟其實係講 iPhone 嘅消息但係講之前就問大家一個問題，唔知大家有冇試過 restore 自己部電話或者叫 recover 啦？咁唔知大家覺得呢個嘅動作麻唔麻煩？可能有啲機種仲要係連接部電腦先至可以去進行。
當然包括 PC 或者 Mac 機啦。咁呢個動作喺冇電腦嘅朋友仔的確就真係幾麻煩嘅，尤其是近呢幾年真係少咗好多人去砌機，屋企真係未必有電腦嘅。不過喺就嚟推出嘅 iOS 26就可以容許用家唔需要連接電腦嘅情況之下，都可以幫 iPhone 恢復正常工作嘅狀態。因為 iOS 26新增咗一個功能，呢個功能叫 Recover Assistant。呢個嘅 Apps 咧就容許用家唔需要連接電腦嘅情況之下，都可以幫 iPhone 恢復正常工作嘅狀態。Recover Assistant 係一種可以喺 iPhone 冇辦法正常啟動嗰陣時回復裝置嘅新方法，過程當中亦都可以揾出問題所在，並且可以喺發現問題之後咧去嘗試解決。例如運行 iOS 26嘅 iPhone 喺啟動嗰陣時遇到問題嘅話，就會啟動恢復模式去處理。同埋 Recover Assistant 亦都可以幫用家去用 iPad 等其他 Apple 嘅裝置，將 iPhone 恢復到正常運作嘅狀態。用家可以透過受影響嘅 iPhone 恢復模式右上角嘅選單啟動呢個嘅程序嘅。唔知大家對呢個嘅 Recover Assistant 點樣睇呢？用開 iPhone 嘅朋友仔。跟住落嚟都係 iOS 26嘅消息啊！蘋果最新嘅 iOS 26嘅 beta 版推出咗之後呢，有用戶反映手機出現嚴重發熱嘅問題，呢個發熱嘅問題甚至乎有爆膠嘅情況啊，同埋亦都有呢個電池續航力大幅下降嘅問題。當然而家嘅 iOS 26呢，仲係喺開發者測試嘅階段。系統嘅穩定性同埋有筆咧都係正常嘅，當然亦都唔建議普通嘅使用者去用呢個嘅 beta 版啦，因為大家未必會清楚點樣處理呢啲嘅筆。網上面亦都有博主並未詳細說明手機喺乜嘢情況之下出現嚴重發熱同埋漏膠嘅問題啊。而另一位嘅博主亦都曾經發文指出，裝置升級到 iOS 26 beta 版之後呢，同樣出現嚴重發熱、電池續航力大幅減少同埋畫面停頓嘅問題啊。雖然 iPhone 16 Pro Max 有呢個最佳續航力之稱嘅機種啊，但係喺升級咗 iOS 26 beta 之後呢，綜合嘅續航力竟然唔足4個鐘頭啊！大家就要留意下啦。外界估計咧，發熱問題咧部分歸咎於 iOS 26開發者版本嘅唔穩定，亦都有人推測就係新加入嗰個嘅玻璃效果嘅問題，就消耗咗更加多 GPU 嘅資源啊，就令到手機負荷加大，從而咧導致功耗同發熱量就上升啊。當然一啲高手玩 beta 版就正常啦。亦都唔建議普通嘅使用者去升級呢個嘅 beta 版。當呢個嘅穩定版出咗嚟之後，大家先至好慢慢去升啊，唔係大家跟車太貼，炒晒車就唔係幾好啦。今集嘅內容呢就嚟到呢度啦，唔知大家中唔中意我為大家嘅選材，但係都要 CLSS 我嘅影片，同埋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IG 同網誌。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今集就嚟到最後啦，記得 CLSS 我嘅影片，即係 comment、like、share 同 subscribe。你哋每一個嘅 comment、like、subscribe 都係我嘅原動力嚟嘅。最後記得訂閱埋我嘅吹吹水電腦研究所嘅 Facebook 專頁，多謝。